我唔知你有冇感覺到，呢整個世界最近好似喺度加速緊咁。有一啲嘢明明以前我哋係可以忍一忍嘅，但係家陣咧一秒都忍唔到。其實啦，某啲關係以前明明維持咗好多年，突然間咧就會斷咗或者係散咗，甚至乎有一啲人好似突然間醒咗一樣，會開始講一啲好深好玄學嘅一啲問題。但係同其時咧，又有一啲人好似越嚟越迷失、迷惘，甚至乎暴躁、恐懼。我而家想講，你而家並唔係幻覺，亦都唔係你個人嘅問題，其實係地球正在經歷緊一個非常之大規模嘅能量嘅篩選。大家好，我係阿碧，我係一個嚟自於澳門嘅塔羅牌身心靈嘅工作者。我喺呢一行從事咗19年啦，今日就等我嚟為大家去講一講地球嘅能量篩選。今日呢15分鐘，我將會同你講清楚呢3件事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篩選緊嘅時候，其實你身體會出現啲咩情況或者一啲體感咧？第二樣嘢就係啦，喺背後入邊靈魂嘅意義究竟係啲乜嘢？咁第三啦，你可以點樣去準備好你自己？因為呢一次唔係一個煎熬嚟，佢更加係一個升級嚟噶，所以你係唔需要驚噶，你需要嘅係明白。好多人都以為靈性成長係好似好飄好唔落地咁樣，我話俾你知，梗係唔係啦。靈魂嘅一啲轉化咧，第一個會出現嘅反應咧，永遠都係喺你嘅身體上邊噶。所以大家一齊嚟檢視一下，你而家嘅一啲身體有冇呢一啲嘅情況？記住呢啲其實唔係病，係你真係喺度重組緊啦。第一個體感就係會唔會突然間好攰好攰好攰，但係又唔係真係好生理性。你明明尋日已經瞓夠咗8個鐘，甚至乎10個鐘，突如其來就真係好攰。嗰種攰係瞓幾多都救唔翻啊！其實佢係你嘅能量體喺度換底板，就好似系統升級咁樣一樣。舊嘅程式咧就需要 delete， 新嘅程式要安裝。喺呢個過程入邊非常之食電，好耗能噶。你唔係懶咯，你只係喺度深度緊嘅整合啫。好啦，第二個體感就係啦，身體各處咧都會有莫名其妙嘅一啲刺痛啦，甚至乎會發震或者莫名其妙咁樣發熱嘅。你有可能咧會感覺到你嘅頭頂啦、眉心啦、心口、手掌心莫名其妙會有一啲跳啦、震啦或者發熱嘅。呢一啲其實係能量中心喺度開啟緊嘅一啲徵兆。當一啲能量進入你身體嘅時候，你嘅神經系統係需要有時間適應噶。咁樣，所以啦，你有呢啲感覺，咁就恭喜晒，因為你咧喺度升級緊啦。咁第三個嘅一個部分咯，就係你嘅一個情緒嘅一個體感啦。你有可能會出現咧無端白事好想喊，或者情緒喺度大起大落噶，所以你有可能會突然間非常之悲傷，但係你又唔知道為乜嘅，或者情緒波動真係好大，上一秒好平靜，下一秒就嚟爆炸。其實係因為你嘅情緒體咧喺度排毒緊舊嘅一啲創傷、壓抑或者一啲感受啦，甚至乎有可能係家族嘅一啲業力啦，都會喺呢一個 moment 浮晒上嚟噶。其實唔係真係你黐咗線，或者你退步緊，其實係因為咧你夠硬淨啊，終於可以去面對或者係處理翻佢哋啦。而喺思維上邊嘅一啲體感會係點嘅咧？你嘅頭腦有可能咧係會比較混亂，記憶力成日都唔記得嘢，好似專心唔到咁樣噶。你可能會覺得自己係咪蠢咗好多咧？記性又差，又組織唔到嘢，對住平日做開嘅嘢，好似突然間都唔識做咁樣。放心，你絕對唔係老母，亦都唔係有事啊。係你嘅頭腦咧喺呢個線性思維入邊咧，係升級緊去緊一個直覺思維，中間咧佢會面臨一個過渡期嘅，就好似 GPS 需要重新計算路線咁樣一樣噶。
新舊嘅系統咧喺度交替緊，喺過程入邊亂下咧係好正常嘅。而啦，呈現喺關係嘅一個狀況係點咧？某啲關係有可能會突然間咁樣斷裂啦，或者你真係頂唔順有一啲人添啊！呢一個機制咧就係篩選機制最明顯嘅一個跡象之一啦。你有可能咧突然間啦同一啲朋友啦、伴侶啦，或者係家人，你會發現冇辦法再去相處嘅。其實冇乜特別嘅一個原因嘅，就係得一個原因嘅啫，頻率唔同啊。其實咧，千祈唔好以為自己變咗啊，好大機會咧係你嘅一個頻率咧提升咗啦，咁自然同舊有嘅頻率咪唔共振咯。所以有一啲嘢咧，如果你夾硬要留喺一段關係度，就盞大家辛苦嘅啫。而對環境入邊啦，你都會發現自己特別怕嘈、怕人逼人多嘅地方，或者咧唔想聽到啲乜嘢嘅負面新聞啦。其實係因為你嘅一個能量場咧變得越嚟越通透，而你以前啊可以抵擋到嘅一個低頻能量咧，依家由於你通透咗，所以就直接感應到或者將佢睇到啦。其實絕對唔係因為你咧變得脆弱，係你而家變得更加敏感啊！敏感其實係靈魂入邊嘅一個最佳嘅工具噶。如果啦你有上述呢啲情況咧，我請你同自己講一句冇事嘅，我喺度升級緊啦。嗱，好多人會喺度問啦，點解要篩選咧？其實係咪懲罰？係咪因為做得唔好咧？完全唔係噶。篩選從來都唔係一個懲罰嚟嘅，係地球啦同人類嘅一啲集體意識正在經歷緊一次非常之罕見嘅維度提升。其實我哋可以從3個層面去睇噶。第一個層面，地球咧本身都係喺度升級緊噶，科學家咧叫佢做舒曼共振嘅一個變化噶。我哋傳統亦都可以咁樣去叫佢做咧地球頻率嘅一個提升。我哋簡單啲嚟講啦，地球本身嘅一啲震動咧正在喺度加速緊啦。環境嘅一啲頻率改變咧，其實所有嘅一啲生物都要有一個跟得上，先可以繼續和諧共振噶。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大自然嘅一個規律，佢並唔係一個審判噶。第二個意義係真偽嘅一個檢驗。頻率能量嘅一啲特性咧，就係見到真實啦。喺呢一個能量之下咧，所有虛假嘅一啲嘢，譬如話假人、假身份、假笑容，都會越嚟越咧變得係維持唔到嘅。以前你可以扮冇嘢，但係你發現你家陣做唔到。以前你可以咧為咗錢做唔中意嘅工作，但係而家咧你嘅身體係會非常大聲咁抗議噶。以前你可以咧委屈自己留喺某啲關係，但係家陣個心會非常之咁痛啊！所以我哋要知道篩選唔係淘汰掉一啲唔好嘅人，而係要讓我哋去面對一啲真實嘅自己啊！你願意面對，你咪 pass 咯。你堅持戴住個面具，其實佢都會鑒生咁揼爛咗你個面具噶。宇宙嘅一個不變嘅法則就係光越強嘅話咧，影子就會越清晰噶啦。你可能會睇到身邊有一啲人咧，好似突然間非常之負面啦、極端啦，又或者係非常之恐懼啊。同時有一啲人啊，突然間覺醒，追求內在嘅成長、善良同埋真實，呢一樣嘢都唔係偶然啫。能量喺度兩極分化中，每一個人都選擇緊自己嘅一啲頻率啦。而喺影片前面嘅你，如果你都喺度睇緊呢一條影片嘅話咧，我相信你已經喺度選擇光嘅一邊啦。講到呢一度啊，你可能會問我，咁樣你究竟可以為自己做啲乜咧？以下會有4個建議俾大家嘅。第一，自然定。外面嘅能量咧好混亂，你要做嘅第一件事唔係諗辦法，而係揾翻你嘅身體翻嚟。每日花5到10分鐘，多啲接觸大自然。可以嘅話，去摸下樹，去踩下地，專注你嘅呼吸，將注意力由個頭腦拉翻去當下你身體嘅感覺噶。當你願意咁做嘅時候咧，你嘅身體就會安頓下來噶啦。第二，能量嘅一個清理啊。以前啊，你可能會認為咧，你唔需要成日都要做呢一啲嘢，但係依家能量衛生其實係每日必須嘅一啲做法嚟噶。喺你沖涼嘅時候咧，請你瞌埋眼觀想一下，
水流帶走晒你嘅一啲負面能量，或者你可以燒鼠尾草、聖木，淨化空間，減少接收一啲低頻嘅資訊啦，或者係一啲短視頻啦。我唔係叫你逃避現實，而係要做好保護自己嘅能量場。第三個，選擇性嘅連結。喺篩選期入邊咧，請好好咁樣選擇你要同邊一個人去相處。你可能會發覺啊，同一啲人傾完偈之後咧，你會覺得好攰啦，情緒好低落㗎。咁呢一樣嘢咧，係因為佢哋嘅能量場同你家陣咧可能唔匹配啦。唔係話緊佢哋唔好，而係你更加需要保護好你自己啫。或者你亦都要咧允許自己減少去出席一啲低頻嘅場合，揾翻一啲同頻嘅人啦。理由就係得一個，同頻嘅靈魂可以抵擋住100個低頻嘅應酬啊。第四樣嘢，臣服同埋信任啊。嚟到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信任呢一個過程啦。你唔再需要去控制一啲篩選嘅結果，你淨係需要每日都去問一問自己啫。今日我選擇愛，定還是我要選擇恐懼呢？今日我選擇真實，定還是要繼續戴住一個面具啊？今日我選擇去面對，定還是要逃避呢？每一個咁微細嘅一個選擇，其實佢都係喺度校對緊你嘅能量場㗎。你係唔需要完美嘅，你只係需要繼續堅持去選擇光。到最後，我好想邀請你喺今晚臨瞓之前，請你揞住自己嘅心口，問自己一句：呢一場篩選當中，我有冇一啲嘢係時候需要放手呢？佢有可能係一段關係，一個舊有嘅信念，一個你一直認為係你嘅身份，但係你唔使驚，你而家放低緊嘅只係一啲你一直遮住咗你真實嘅一個煙幕嚟嘅啫。你係選擇留低，留喺一個光、愛、真實之中。呢一場篩選，佢唔係一個終點啊，佢係一個地球同埋人類一次集體嘅一個重生。好多謝你哋陪我度過呢15分鐘。如果呢一條片可以俾到你一份安定或者清晰嘅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點讚、分享開去啊！呢個世界需要更加多清晰嘅一啲聲音。我係阿碧，一個伴隨你人生走上更美好生活嘅我。我哋下一條影片見，拜拜。